正面的爱心来的这种的概念来跟人家交流。他说这是让他很荣幸的。He said 我就是要告诉你 I'm very very proud of you. And I think my dad he's just 通常他心情上的东西比较比较不讲，但是他这几年因为我在做这些 like 新的 projects and things like that, he said 我就是要告诉你 I'm very very proud of you. And 通常如果像妈妈讲的比较经常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， 有的时候听的就是你就是 expected， 就会它的影响也许不是那么深刻，印象不是那么深刻。I mean she does love me， but 因为爸爸是比较少会讲这些东西，他说一句 I'm very proud of you 是很有那种 it's like wow。 So I think 他后来发现就是我的现在做的工作可以帮助很多人。因为他的 philosophy 就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，我们是要找机会可以帮助别人。So excuse me So I think for me他看到我有这个机会是可以跟很多人接触，然后又是用正面的爱心来的这种的概念来跟人家交流。他说这是让他很荣幸的，因为我就是有很多机会就是到各种国家去看没有看到的东西。I think 我爸爸每次说你脸书要多po一点东西，你的 IG 要多po一点东西。I said I know He said no 你要想到谁可以看到这些东西。He said 也许是这些人是没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去，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去，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机会，你要把握，你有一个责任可以把这个分享给他们，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So I think so that's what it is 爸爸刚刚跟你讲说应该也是眼泪偷掉2句他还好还可以控制的不错，但是他这样子讲的是很有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打电话，爸爸在办公室接了，他说就是要提醒你，你知道谁在留了那个 comment， 你要回他们，还有那个脸书上你知不知道是 I said Dad 你有在上班吗？他说有I said 爸爸会让你看就是粉丝都留些什么，他看得很仔细，他所有人留的 everything 他全部都会看，然后更可笑的 actually 不是可笑，就是有趣的就是他自己是没有 IG， 他也没有脸书，然后他行动电话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可以电话打出去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个留言的 whatever anyways， 但是他还有用心去观察我的 IG。像那个脸书它是用 laptop 上的 web page， 但是它没有 account， 所以你每次 click 到 Facebook 就上来一个 sign into Facebook， 它每次都要按掉，我不知道它已经按掉几千次几万次，但是它还是要去看谁写了东西。他说你要记得要回他们他们有花时间回你，你一定要回他们So